免问题，下面不客栈，能客栈片面话，汉语面前咋子能客栈片面话？片面叫你改你波按准听红面，片面。片面叫理解宁波，理解宁波，按准听红面啊，按准听红面啊。我都够用面，那个开阳人难不难？我点够用面，够用面开阳人。片面就理解，按准听红面，我点够用面开阳人。片面就理解，宁波按准转天往那里去了。我点够用面开阳人，够就是顾，就是看的意思。片面就理解，宁波按准听红面，我点够用面。关键了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增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娘娘不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